今年会出现世界的超级月牛，台湾伫8月20嘛有看到。台东这2天毛民众看到比平常时搁较大粒的月牛，搁有无共设定的光环哦。天文馆是表示讲，月牛的光环哦是一款天文的现象，甲超级月牛是无关系，是受到天气的条件搁有光线角度的影响。东海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月光海音乐会，是成要8,000个游客来参加。这2天拄好会当看到超级月牛，伫月光下欣赏音乐的表演，游客拢感觉真欢喜。不过有人发现讲，月牛4颗位啊，佫出现无共色水的光，甲平常时的月牛无共款，看落是真特别。有一种生活就是充满惊喜的感觉，所以这个超级月亮对我来说就是时间点刚刚好，然后所有东西都刚刚好。民众看到这规空像轻的光，是一种月华的现象。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，月华甲超级月牛无关系，这是大气层的边，也佫有光线反射，种种天气的因素相时出现才看会到的。这个是跟你观察月亮当下的大气层、大气现象有关。它其实是要有一些波云、一些就是冰晶或是水滴，才可以有这些反射月亮光的现象。美国太空总署表示，今年会当看到世界的超级月牛，9月、10月、11月份嘛拢会出现。也若东管处伫9月19到20，也佫有2场东海花月光海音乐会，民众可能还佫有机会看到月华的现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